睛一杀，还有你单子，你也是发财啊！哎，你两一推出去都是干活动啊，来了也不管个呀，互动于中，弹幕得不得了，你经济出来，你基本上没啥变情。哎，那差不多了。我有200米的单子，也是一个地方讲哈，像上班的那个。哎呦，灵官，你快点先到车子带哈，半夜可以这样进的，还是带。那么那鱼钓比啥呢？哎，那，你刚过来着呢，你不用看了，这么大的地方再倒不进去是完了，要到驾校里面去回炉了。哦哟，你每出门侪老家，强迫症，我看看呢，苏州话哪倒？哈桶，你听我导致来讲讲，哈桶开来，度假最低。哟，你那住了一个地方家啊？被动客房，看不见太怪。哟，蛮灵感，前浪个地毯暗得了哈！哎，看看一扇门谁没盖到上哇？什么门？哟，房间比430，窗外头精神没430海。哦哟，不得了了，小弟姐，快来看！我跟你讲，再盖这个宾馆，有同你不能进我去了。你是说那个香？哎，你跟我两个等你比比，啥人干？没警告我再啊！快点买土毯，稍微盖上一点点，不是用洗衣镜看，肉眼看出来那差不多了。再出去看看，隐隐约约望得见3只船。提醒我，那个是后金房，也看得见房子，也看得见塔，还有下头个板也看得清清爽爽。有个近的，想看啥谁看啥。一只宾馆，他把寓意几个米蛋结棍个。现在就肯定来晒大蒜菜肉丝，回酸海，不是羊肉。这个是你现在吃饭个餐厅。我本来想讲食堂看看实在不好意思。随时呀，菜鸡辰光上来了哈。哦，倒不是我头一只菜上来着，香青菜，香菇帮我订啥子？甜品按道理要吃好饭再上。我连一顿饭干了呀！一到吃饭要死气的个，不能狼吞口的。青菜也一根一根吃，叶子也一瓣一瓣吃。按道理甜品应该是饭后吃。今晚讲得来，今晚我去打避免的我开也上来着。今晚我个避免的我回份刚下来，那个里向还有人自备了一暖客，有一道吃不咸的，想拿啥玩意？哟，搿两宝贝有点看住啊，想拿来自个牛杀鸡噻。这烂得好哟哟，我的一扎得出来的。上日本去了，一道白长子的啊，上到今晚我刚一路2只。今晚我真的只吃肉呢，可是不客气的，现在一点皮侪是拿不来。一眼100鱼，一称猪鼻正常的辰光焖吃。清蒸白鱼，好像是半条，不是好像，就是半条。哎呦，豆沙好来着，啥人？那我下来每年吃豆沙好在想上面，天气热的了，来早了不如来迟。你每年1个份再来喊我啊！我下来豆沙好在看你包的子。在你两高头打不打得开心啊？还开心。哭再硬，慌再刀，肉再急。吃了烤鸭，吃青菜。那个两份么子搞起来，还对不上我心浪向的一只门。现在今晚我出几块纯菜人羹。啊，你这好吃馆子啊？哎呦，那本事到这个2只好手本事噶。我再倒一顿吃包子。黄鸭汤、四川汤，再来一口姜汤。吃海饭出来，哪比天子家风大雨大，还是你都在房间里向去吧。水也擦出来着。哎呦，吃海饭这过来下头上好事，这个擦脚这伊拉4年级了。哎呦，今朝姜他做，养出来带盐蛋，送来分灯了，哎那大个药缸里好个药。今晚我啊，今朝夜里向我要杀啥人啊？哎，那个地方推名个哇，我当然好像你看得见个哈，你也不许推炮。对你没兴趣。你对我有兴趣，我还要吓个。